来看前立委陈碧慧和一个查某指控讲要用面去挖着伊的面哦，佮捌讲一寡互伊听到袂爽快的话。陈碧慧昨暗伫面册会室内嘛讲伊嫌家己的支持者拢照顾袂好，无资格成做民意代表的候选人。我认为我们当时经历了选举、罢免、补选的这一段时间，你一直都是志工团里面的一份子，在志工团里面，大家有开心、有悲伤的时光，但是不论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造成你的不舒服，或者是不谅解，我都应该要跟你道歉。指控和陈碧慧性骚扰的志工，昨半暝冇回应，佮抛出迄当时内部召开性平会公文，嘛公开陈碧慧甲伊的对话内容，强调讲伊这是想要公开真相，互大家了解，无论什么身份、什么关系，拢应该爱互相尊重。再来看有一